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一开始，咱来关心金华城案。目前除了将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予法院收押禁见，检方即马嘛锁定另外一个关键的疑似共犯，伊就是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伊昨昏是以被告的身份向约谈，送北检复讯，尾也互请回，限制出境出海和自机。前乌瓦图挂水案，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被怀疑是金华城案的关键人物，所以被依照贪污道理罪嫌约谈告案，要送北检复讯。春训有没有做什么准备？会觉得很冤枉吗？检方伫个新楼伫今仔日透早有令邵秀培请回，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较大的所在。市府澄清，邵秀培请假2礼拜去日本省，不是走路，是检廉部约谈。都委会讨论的过程中呢，就有委员提到说，难道我没有去在我的土地上，在60年代、70年代去盖建物，那我就失去了这个资格，所以就会有公平性的这个探讨。我伫咧镜头前接受访问的这位，就是予检方指控的对象邵秀培。台北市长蒋万安随里也讲，当日依照规定请假到9月初1，已经请警方处主动联络将案状况。一切一定是事实到哪，我们就一定办到哪。那当然，如果后续整个案情的发展，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如果有起诉判刑确定，就会依照违反都市计划法来要求停工。讲入去金华城案的，也有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正新，法院开庭了裁定羁押禁见，从透早4点外送台北看守所。我们蛮讶异这个结果的，我们会抗告。洪富身体状况跟他心情，他可能自己也蛮讶异的这个结果，对。他身体状况，身体状况。刚刚看他蛮难过的。伫开庭进前，裴正新身体无啥爽快，介护送机，即马被收押。法诉表示，若是身体无爽快，会协助安排看诊。伫羁押的几项理由内面，包括裴正新是都委会会议的主席，是顶站的角色。还有规件案件道理甲贿赂的金额正大，涉嫌收贿等罪名重大。金华城案自国民党议员应晓薇、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到即马裴正新拢被羁押禁见。正伫咧改建的金华城，外界也关心是毋是先停工。蒋万安表示，伫咧起诉判决确定了，才会依法要求停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新的交通部长陈世凯昨昏上任，伊昨暗就随去台铁的台中站视察。伊讲未来台铁的月台会去装月台门，避免民众落落去铁轨路。另外，伊嘛表示，伊上任了后，施政的重点会放伫人本交通和利便台湾这2大重点。第一天，交通部长陈世凯最离暗亲自坐台铁自强号，赶去个居住台中四十火车站。虽然这班车慢分5分钟，不过伊讲台铁坐起来正载正舒适，慢5分钟是正常范围内。以铁路来讲的话，5分以内算准点，所以这还是算在准点里面。但确实也没有像高铁一样这么的精准啊！那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再加强。因为找日发生一位23岁查甫人，伫区间车就要入站的时阵，敢若是头讲身体无爽快，对月台跋的铁轨路，好佳在4站副站长迄当阵人伫月台发现，赶紧用无线电通知驾驶停车，救回旅客性命。但世界警电副站长处理了正好，会伫咧上下班人做大站设月台门。在今年年底大概会完成第一个测试门，那希望在明年的这个年中。就可以在高雄的月台的一侧我们先做这个月台门的这个完整的测试。那希望在明年年底可以做一个示范站的一个作为。伊讲，即马上重要的工作是推送人本交通加便捷台湾，会甲各地方政府整理所有的交通问题。因为大家伫咧关心的观光去中国的集团令当时的解放，伊讲主要看中国的态度。现在的状况是去得多来得少，竭诚的呼吁。这个大陆方面能够赶快紧速的开放中国的这个旅游的观光的人士可以来到台湾。因为29年拢无调起的台铁票价，可能会伫咧下半年调整。前部长李明案不只是台铁公司伫9月底进前提出票价调整方案，但世界讲伊会延续前部长的政绩议程，兼顾台铁的永续经营甲民众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总统赖清德提出7个大法官的提名人选引起争议。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是讲，这是有史以来上界老的名单，嘛讲这些人拢是政治立场伤过头明显的人，所以要求退回重新提名。民众党团嘛表态，讲会严格审查这项人事案。民进党团是呼吁拿白唔通政治操作。总统赖清德提名头一批7个大法官名单是各党派组合，包括郑文晶担任司法院长，国会观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担任司法院副院长，要送立法院审查。不过，国会上大党国民党无认同，这次批评是历史上差的名单，是历史执行人前。这个大总统不是要找大法官，是咧选司法拍手。是不是？这代表只要你跟着经上来做选举。然后，当他选上之后，吃香喝辣，位居高官。看看这个名单，这个又绿又毒。那赢大成点名司法院长被提名人郑文晶，不是法官出来，是民进党国会改革释宪案申请方推荐的学者。副院长提名人姚立明是赖清德竞总主委，其他亲像廖福德是民进党中央党部仲裁委员，老郑仪捌担任党产条例释宪案鉴定人，注定无违反宪法。那赢这个几份名单政治立场声明，无法度接受，要求退回重提人选。他提名的院长。是在宪法法庭辩论的时候跳下来，直接说国会改革里面立法委员提所表决全部都不算。台湾民众党对于这次的大法官提名这个人选，我们会严审好审满，严格的来审查。民众党团嘛不满赖清德甲司法院应该严守公平甲独立当作作家，化工提早开机严审重大人事提名。面对拿白新会期，但是搁再联合有过半席次，大法官提名恐惊无度过立法院这关。民生优先的前提之下，不论跟白跟蓝，我们都愿意合作。对于未来要行使的几大人事同意权，我们都进行非常严谨的讨论。那被表明会严格管控名单，总统府回应7个被提名人有真深的法学素养加进步的民主人权理念，在学术界、司法界有真优秀的资历甲表现。未来立法院通过人事案了后，会以超党派立场独立行使职权。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1号的风台摩羯目前是轻度风台，昨昏登陆菲律宾，未来会进入南海，行向海南岛，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咱的天气，气象署是表示，摩羯风台的外围环流会开始影响台湾，带来水汽，所以伫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嘛开始落雨，若暗时开始，大台北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伫今仔日日时，气象署是继续针对咱全台湾7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新北、新竹、台南、高雄、屏东都是甘仔式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因若伫桃园、新竹、苗栗，是有机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来关心第11号的风台摩羯，气象署是表示，目前有7个方向是行往广东去，未来台湾，也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对今仔日到礼拜，咱台湾各地头的雨水拢会较高。高温无云的天气，家伫路边的民众实在有够热。气象署表示，受到摩羯风台的顶降作用，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拢是高温气热。由于台风在我们的南方，所以台湾附近除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些外围环流遇到地形，可能也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高温。除了高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未来嘛是真无稳定。拜2甲拜5，台北、中南部甲东半部会有短时间的阵雨，一直到接下来周3、周4，甚至到周5，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北海岸地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间歇性的短暂阵雨出现。也若摩羯风台未来路径变化，气象署表示，目前风台伫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向广东方向行，未直接影响台湾。不过，气象署提醒拜四了后，台湾海边会有长影发生，提醒民众莫去海边较安全。记者陈阿栓、谢桂林台北报道。轻度风台摩羯扫对菲律宾去，目前已经知影伫菲律宾造成11个人死亡，也伫首都马尼拉是停班停课，菲律宾海空的交通嘛拢暂停。
排水沟最正错漏路已经规拢淹水，路边的铁钢管因为气压的冲击，唔知飞甲倒去，水敢若喷泉共款喷甲正悬，将侪车拢停伫咧地势较悬的所在。行动风台摩羯连续2天影响菲律宾，出力下昼伫咧奥罗拉省、哈西古兰等登陆。菲律宾北部和路龟岸将侪所在淹水，抑个引起土石流，马尼拉停班停课，杜鹃港国内航班取消。Hanggang ano po, yung mga bahay hanggang kalahati ng bahay. Sa bubong po namin, dito po bumababa. Kaya yung hagdan po namin, nilagay po ni Mr. dito. Dahil mahirap talaga kasi ang lakas ng tubig yung current niya, ang lakas. 马尼拉郊区安迪波罗市，包括1位菲律宾人在内，有几个人因为土石流死亡，有5人渡水，尸体已经找到。官员讲，因为满楼水消退甲正慢，第一天也有300多人踮伫咧疏散中心。灾害应变办公室讲，每一风台吹入伫咧中部城市侵袭，造成真侪人死亡，也有真侪栋厝受损。菲律宾每年6到10个之间，差不多会有20个强度无同款的风台侵袭，厝基础设施被破坏。今年7个强烈风台凯米落大雨、做大水，至少22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基隆市叶正公园内底有电视陆海空三军体育的武器，放伫户外展览嘛已经20多档啊。也毋过因为基隆的雨水较高嘛较湿，所以这个武器够新鲜。基隆市府即摆就决定讲，要甲八件新鲜甲较食力较厉害的武器要甲拆掉，要hand互军方，按算伫今年会拆煞。来看联合报 ，Intel 为着要救目前的财务困境，红社讲考虑要卖子公司 Altera， 要来省成本，嘛有推测讲乔比和麦威尔拢有想要买，因为这2间公司拢是台积电长期的客户，所以对台积电嘛是有利。来看中国时报，金门厦门小三通9月初一开始增加船班，对逐工16班要增加到20班。伫北潭甲台湾的船班，中国资本是要恢复定期的航班，也毋过咱陆委会无同意，经过旅游业者去沟通参详，中国尾也是同意讲要改用包船的方式，资本是拢讲好势啊，也毋过陆委会最近是以有国安义务为理由嘛拒绝包船。来关心观光署第3份公布顶半年，来咱台湾的国际观光客人数有381万人次，这是离今年定出上千万人的人次的目标是抑个差真远。交通部新的部长陈世凯是表示，像外国游客来台湾佚佗，即马是交通部刷落来要拍拼的目标。另外，咱台湾的航空公司即马是有推出登机证和护照，就会当来用较俗的价格来买台北捷运第72点钟来载你坐车票。上船自由行的旅客有国际航空推送，用登机证加护照到机场指定地点，会当用优惠的价格买台北捷运72点钟的票券，算起来1天80块台票，会当无限次数来坐，希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佚佗。Compared to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subways, I think the MRT is very reasonable. It's very clean as well. 要看多少啊？这个机票用多少？应该一个5节，我们应该会考虑一下的。一个7节以上就好像不太吸引。旅游电商平台业者观察，海外旅客来台湾上介意买交通票券、景点门票、特色体验加一日游的行程。其中今年前2季，交通类商品销售比去年同期成长差不多2成。看好这届上期卖继续杀票券的优惠。海外旅客销售最好的就是跨县市移动的高铁票券商品。那我们就是也会在9月中的时候跟高铁一起合作推出买1送1的优惠。观光署统计，到6月底有3813321个外国籍旅客来访，其中日本旅客有回流的趋势，占比15.99%。过来是香港旅客，韩国旅客累计超过50万人，排第3。再来是美国加马来西亚。只不过顶半年结束，来台湾的旅客较无400万人，年度目标1000万旅客是毋是顺利达成？交通部长陈世凯上任头一天就表示，会推撒观光特色，争取外国籍旅客。我们也跟地方政府呢一起去请他们推荐他们县市辖区的景点，我们叫做台湾观光100亮点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我们在10月份可以来开始这样子做卷动。另外，为了鼓励来台湾旅游，观光署自乌志明市办事处已经甲越南柬埔寨旅行社合作，9月开始送4个人来台湾一个免费，多方面做伙做，必拼达成全年1000万旅客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出名的导演罗培祥，头一出拢伫台湾翕的台北队一零，最近伫台湾宣传。有评论家就认为讲，规出电影是透过赛车烧肉的剧情，和台湾的景点出现伫国际舞台，对行销台湾真有帮助。Ready。提前先期准备好，女主角桂纶镁演女配车手，伫台北大街小巷走撞。这出由导演罗培祥监制、家己导演的好莱坞大片《台北队七零》，是头一出专片伫台湾取景翕的大片。剧组最近来台湾宣传。To arrive and to see thousands of smile, the people, the smile they have, it's just that it was just perfect. 真的非常荣幸，这次能够接到国际的制作。然后罗培松先生，我从念书时期就一直在看他的电影。演员是讲，其实伫台湾拍片，甲伫好莱坞拍片无真大的差别。不管伫倒位翕，若是对电影有热情，翕起来感觉袂差真济。That's the beauty of being an actor is they get to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You get to come to beautiful cities like Taipei. And work with an international crew. I have many, many fond memories of my time there. I hope you enjoy the movie as much as we enjoyed making it, and we really enjoyed making it. 拍片期间，台北市政府予因真侪支持，为着热车剧情的需求，进行大安区顶8区12条路做管制，予因翕，创下纪录，包括台北101、西门町这景点拢上荧幕。自强隧道封了5晚拍摄，你又绝对想不到这些动作场面，竟然是可以在台湾拍的，在美国啦，在欧洲的电影里面才会看得到的场景，没想到在台湾也可以，所以我相信很多国外的观众有机会到台湾就会想来朝圣这些地方。影评人认为，专片和台湾景点上国际舞台，除了商业效益的效力以外，有助台湾国际行销一加能见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9月份的头一礼拜一是美国的劳动节。美国有上万的饭店的员工伫即天罢工，因的目标是要争取更较悬的薪水，会当补脚手来减少工课量。因为即届的罢工行动，毛会影响到真侪出名的连锁饭店。美国上万的饭店员工选伫拜六劳动节当假时阵，分别伫波士顿、旧金山甲丹香山市等8城市25间出名的饭店开始罢工行动。连锁饭店包括希尔顿、凯悦、甲士莱登拢有影响，因为即届当假差不多有100万的美国人出国佚佗。发起罢工的工会讲，敢若夏威夷上大城区丹香山都5000个员工罢工，影响当地10557间房间的房务工作。The strike right now is about better living wages for hotel workers,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a better pension. 工会讲，新冠疫情2019年发生了后，这段期间，真侪饭店人员被标榜无薪假。不过疫情了后，大房的旅客增加，饭店却无增加人力，颠倒管理阶层常常互3个人负担4个人的工作量。工会批评饭店所爱干那速度，不是服务品质，同时互服务人员感觉真大压力。We're asking for a contract that is a modest contract, and the hotels are not blind to that. All they're worried about is their shareholders and making them the millions that they get every single year, while we're trying to survive. 对饭店员工的罢工，凯悦饭店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有制定应变计划，降低罢工对饭店营运的冲击。万豪集团到目前为止也无回应。这场大规模的劳资谈判伫5月就已经开始啊，目前差不多有4万的旅馆产业劳工，当面临合约到期的转换时间，这嘛代表罢工的规模可能还会扩大。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过去5年，生活伫挪威海峡的北海岸瓦尔迪米尔31时伫挪威的西南外海，互钓鱼的民众发现讲伊已经死亡。为海面甲头伸出的北海岸瓦尔迪米尔设一年了后，向挪威渔业局即关土石物，看起健康搁活泼的北海岸，煞伫8月30，互钓鱼的民众发现，伫挪威西南外海已经死亡。这只北海岸是2009年伫挪威北部芬马克地区互人发现，但当时身躯顶有白派大，技术会当装置摄影机。挪威的海洋生物学家替伊甲派大拆掉了后，发现内部有著名圣彼得堡设备的字，因为当地距离俄罗斯海洋边境差不多300公里远，加上北海岸介意接近人，佮对人的测试有反应，所以挪威情报机构推测，伊可能是和俄罗斯关起市，而且经过海军训练的间谍北海岸。
虽然俄罗斯无回应外界指击，不过北海岸就因此定居伫挪威海峡，而且和挪威人用挪威文字海岸的发音结合俄罗斯人名字尾，甲这只北海岸号名做瓦尔迪米尔。 We have filmed up to 300 tourists in one day visiting Valdemir, which is an unregulated tourism industry here in Norway. The tourists wake him up while he's sleeping and order him to do tricks. They hunt him down in their boats while he's feeding. We've seen countless ocean divers post pictures of him with hashtags. 因为北海岸边境的活到40岁到60岁，也毋过瓦尔迪米尔死亡的年岁却只有14岁到15岁。对中伊真侪党的挪威非营利组织海洋森林表示，到离到迄一天，瓦尔迪米尔身体状况拢也阁真健康。过段讲说毋知虾米原因死亡，已经甲伊的遗体带到转来，要送去兽医研究所检验调查死亡的原因。海洋森林搁伫面册发文纪念伊，表示瓦尔迪米尔毋但是一只北海岸，嘛是希望的灯塔，代表人类甲自然之间 真亲的连接，大家拢会深深的怀念伊。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罗西亚总统普廷昨昏去蒙古访问，今仔日会和蒙古国的总统见面。这是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普廷发出逮捕令了后，伊头届去访问 ICC 的成员国。因若根据 ICC 的规定，成员国有义务爱逮捕嫌犯。也毋过普廷的发言人是顶礼拜对外表示，对这届的出国访问袂烦恼互掠去。 贷款以下冲突继续交战，英国外交首相表示，英国即摆会暂停出口部分武器予以色列，原因是这武器恐惊会互用伫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顶悬。不过英国嘛有强调讲，这项暂停出口并毋是全面禁止出口。 贷款印度南部因为继续在落大水雨，在做大水，目前已经知影造成当地19个人死亡，超过17000人互撤离，真侪条公路嘛拢断去，阁有140班列车停驶，阁有几若千人即马掉伫灾区。 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去年9月份的时，有一个姓朱的负责人去阿里山佚佗，伊伫星目车头的月台跋倒，是摔甲骨折。伊全去告林体处和林务局家己分署，讲要讨赔偿，讨128万。也毋过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这个负责人的跋倒是因为家己个人无细致，所以伊一审判伊败诉。 外口落大雨，路客家雨伞行伫无栈道，人群中有妇人突然卡一骨，跌倒伫涂骹，受气指控伫园区买的塑胶下套有严重欠点，也不办阿里山新步车站地势保平，路骨骨才会互伊跌倒去，甲拍官司讨赔。如果有标示清楚的话，自己应该去注意告示牌的标示是怎样。 鞋子啦、衣物啦，各方面都要注意到。我是觉得这种国家公园的地方，它一定有清楚标识，然后加上自己本身也要评估说自己的年纪适不适合来这种高山。 代志发生到伫去年9月，姓朱的妇人参加阿里山之旅，不加规身躯伤，搁有真侪所在骨头支起，毋但是提过林体处，讲卖下头卖指骨颠倒开骨倒，也对林务署家己分署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车站相关管理甲安全设施有问题，前后拢总讨赔超过121万，也毋过家己店员一审判伊败诉。协助申请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团体保险。 理赔13万3千元，本处尊重司法判决。败诉的理由包括法官心照，妇人人穿的下套是园区店家家己推广卖下，并毋是林地主经销商品。也勘验过并发现，妇人人迄当时为铁骑路边仔的石瓦地，搭起哩月台平台，倒脚搭到正脚的塑胶下套，造成压脚的时阵重心无稳滑倒。认定甲相关管理插安全设施无关系，面对判决结果，林地主表示尊重，专案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新竹县有一间非营利的幼稚园，即马是逼出老师用棉被甲囡仔卷起来，佮甲囡仔扭，甲囡仔大声喝休。新竹县教育局是表示讲，有6个教保人员即马互投诉，有8个2岁囡仔遭受不当的对待。专案即马已经启动调查，总共是真正违规，相关的人员上悬会罚款60万。 新竹县一间非营利幼稚园传出亲像不当对待幼稚的事件，最近红亚做老师用棉被将囡仔卷起来，甲伊杀，
油价甲大声匹配叫等等行为，已经知影有8个幼童受害。小朋友其实在我家中就是一个宝贝，为什么到幼儿园会受这样子的对待？如果老师有言语的一些暴力的话，我觉得会对小朋友的那个童年生活就是留下一些阴影。不只是今天媒体所踢爆的人体寿司，还有很多言语霸凌的部分，例如威胁小朋友要把他的腿锯断，或是把小朋友关在厕所之中。新竹县政府教育局指出，今年7月初2接到家长反映了后，随到这间幼儿园调看监视器画面，初步检视发现有教保人员亲像对幼生不当对待，已经启动相关电视，除了先将亲像有行为不当的教保人员调离现职，也已经将圣林山幼儿园向南发展搁伫8月初1接手。有关旧的法人在去年跟前年有发生管理不当的一个情况，那本局也依相关规定予以做裁处跟开罚。那新的法人也在今年的8月1号也上任了。调查委员初步调查是因为幼儿困的时间无愿意休困，伊愿发出声音，老师用棉被将伊包起来，希望让囡仔冷静。教育局也表示，相关人员若有涉案，会依经济采取6000以上60万以下罚款；严重者会采取2至4年改聘，还是终身改聘，也毋过面带周期。虽然8月初1起该由新园方接手，也毋过新园方伫调查期间又愿继续聘用不当对待的3位老师。怎么会就是像这样子去霸凌孩子跟恐吓孩子的老师，还是持续可以存在这样的一个教保服务机构，甚至还是非营利的幼儿园，也就是政府来委托民间办理的这样的机构，按理说品质都应该是要政府机关来把关。控家里也进一步表示，应该针对不当对待教保人员服务条例重新检讨认定机制，监视会当符合社会大众期待，也爱检讨即马法规甲调查整体流程甲处理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粉林是传出有社团伫休热时举办国校的成长营，传出有老师用不求人甲囡仔笑，嘛传出有几名的学生囡仔互老师拍，这老师目前是有承认是用不求人拍囡仔，而且佫讲这饭若是食无了，就会伫饭内底掺番姜仔，爱囡仔吞落。即马县府已经介入调查。休热暑期成长营传出敢若虐待囡仔的事件，粉林有小学2年级的女学生家长向教育处举报，讲囡仔参加某一个社团开办的成长营，不过其实发现囡仔的手盘甲尻川皮有红肿乌青。了解了才知影8月16成长营的老师敢若用不求人拍人。打这边，我们是承认我们有打，而且我们会跟家长讲，我们是真的有打，那家长也知道我没有受伤，因为我们打的是这边，就是要分散他那个什么，他那个痛处啊。毋那讲这查某囡仔而已，这成长班内底有几名学生，拢有互拍，也是有看过老师拍人。那安尼，囡仔若是饭食袂了，这老师会该掺番姜仔，吃饭囡仔就要嚼完。后面他也都会吃完啊，他也是强迫自己，他说你吃完赶快去喝水，因为我们都很就是比较清淡，所以孩子也会说来我这边吃，他们就会吃很多碗。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这样吃饭，那我们就一定要加辣椒，因为一般听到加辣椒就会赶快吃完了。协会代表讲是为着囡仔好，也讲经过家长的同意，粉林县教育处顶个月29接报了后，介入调查，发现这所谓老师其实是这社团所请的临时人员，军团出去是敢若虐待囡仔，社会态度是一直解说，敢若伫闪避。协会那边就是表示说，小朋友不是他们打的，那他们对于不乖的小朋友可能会有相关的处罚，行为人部分可能就不可以再接触小孩子。社会处讲会依照调查事实，若确认违反利息款法，会裁罚6万到60万块罚款。教育处也讲，除了对这社团的补助计划保留核定以外，也要求加强专业，也搁较接去甲访查，并且互这个受害囡仔休息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时代无共款，时代在改变。1995生命线发现真侪少年家拢无啥爱敲电话、讲电话，较介意用拍字的，所以因就推出鼓励青少年用拍字的讲出心内苦楚。对2年前开始推动用文字来对谈，会当用赖也是面册，有志工老师会关心你的心情，和你拍字对谈。生命线嘛，希望讲未来会当扩大这项服务。
青少年心情无好，会想要透过传来，也是网络破文章来表达心情，为着要对着时代的脚步，1995生命专线对民国111年开始，针对青少年嘛推动文理的对谈。咱如果讲若无一个创新，也是讲找一个出口，少年人有一个所在会当家己的心内话讲出来，会当透过文字写谈、文字的方式，因拍电脑足厉害啊，因要敲电话对因来讲，真的有难处。根据生命线的统计，112年用文理协谈，总共有880位的民众使用，其中13岁至29岁占63%，30岁至59岁占17%，因来65岁以上的民众上少，干那1位。不过，若是1995电话专线的部分使用年岁的族群，就甲文理协谈完全颠倒变，13岁至29岁只有10%，不过30岁至59岁却有95%，展现出世代的差异。目的只要对话下去，不要挂我们电话哈，就变成我们最近这几年为我们志工老师上课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如果用 LINE 或者是 FB 上来，我们是看不到大家的名字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这个匿名的措施，让很多青少年他愿意加入好友，然后来跟我们做对谈。为着要提供青少年文理协谈的服务，一寡原本接电话志工老师嘛爱透过上课、评估、考级来学习用文理甲青少年开讲，建立信任是头一步。互青少年拄着困难的时，有人会当讲，有人陪伴，找到心理的支持。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中央银行要求银行爱管控贷款的总额，这是引起民众怨叹。中央银行就找22间银行去开会，最后央行有做出指示，已经对报签约贷款户爱赶紧甲拨钱，若无厝要买厝的民众的贷款爱代先处理。中央银行卖设专线来处理民众的定情。新青安政策基本未少头一摆买厝人来买厝，却是引发各间银行不动产放款贷款拢满，较慢办贷款的人，唔是排队等贷款，就是找无银行用来贷款。这个一定会影响到我交屋，因为他跟我说最快也是要等到明年的时候，如果等到明年才交屋的话，那我可能会有一个违约的状况。根据金管会到7月统计，全体银行不动产放款占总存款甲金融税平均比率是 26.61%， 占 28% 到 29% 的比率有5间银行，占 27% 到 28% 的银行受背景，等于是讲占超过 27% 比率的银行就有13间。截至今年7月底，本行的房贷余额约为新台币4580亿元，较去年年底增加约490亿元，成长率为12%。8月13日来看，已接近了警戒水位，目前是排队拨款当中，仍可以受理收件。对着市场传说限贷令，总统赖清德上电视节目专访讲，政府并无限贷令，只是真侪金融机构融资就要挖30%上限。央行出手提醒银行爱注意。前日早起，央行总裁杨金龙约见22间不动产贷款集中度较悬的银行来座谈。央行这次指示，已经对报签约系贷户爱赶紧来拨款，爱明确甲民众讲贷款排半时间。优先乘坐无自用主体民众买厝贷款，央行也设置专线处理民众定情案件。可能会先是针对一些放款列出一些优先水位顺序，已经签约的就是要如期的来做这个放款。好，那第二个步骤可能才会去研商是不是要放宽72条对新青安的这一个乘坐的状况。厝买卖专家认为讲，随总统赖清德信心喊话，政府无限贷令，可望互头一摆买厝的人免烦恼贷款问题，帮市买起可望维持平稳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半导体展览，伫明仔载要起股，昨昏有先开记者会。日月光的执行长就表示，半导体未来的挑战，硬体的耐力制定已经紧绷，可能会影响到 AI 发展。另外，国际半导体协会是预测讲，受 AI 晶片的需求和电子产品需求改善，明年半导体产业会规个撑起来。国际半导体展即要伫拜三开始，集合超过1000间的厂商来参展。即摆焦点除了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加渐渐的技术，未来 AI 安怎来引领科技前进也是重点。车里的展前记者会也公开半导体未来起风的展望。我们在第3季预估的时候是看到一个YOY 会有一个4% 的成长，半导体那个
device 的 electronic device 的销售的预估是比去年成长3到5%。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指出，仅除了工业甲汽车领域以外，库存水位有加恢复正常。有加2025年受到 AI 晶片的带动，半导体的增强来复苏。不过，立国光执行长吴殿桥认为讲，台湾伫 AI 甲半导体占重要地位，不过未来依然有硬体不足，专项为整合这条件来克服。硬体在云端、在边缘装置会变成所有机会的瓶颈，因为 AI 带来的影响有那么深远、那么重大，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跟所有政府的参与只会加剧，不会减缓。根据全球市场研究机构调查显示，全球前10大争议大疆的产值第二季增加9.6%，台积电以市占62.3%，坐稳这带头地位。对着台积电2030年要伫日本起第3座厂，经济部长郭志辉态度真保守，讲经济部会伫日本推行科学园区服务中心。我们所谓的科学园区是一个服务中心的概念，我们应该会在9州来服务所有的这个供应链厂商。如果要到日本去落地，引起半导体业界注意的是，拜三的国际半导体展会邀请台积电、3000家Google这代表共台，这场科技精英的对谈，也看到未来半导体产业安怎迈向多元整合。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因为是做螺丝的大国家，也毋过最近这几年，因为中国和越南用较粗俗的建材咧做，甲咱灌过螺丝产业，即马是变甲真惨。对去年，甲单已经有真侪间细间公司拢已经收起来啊。学者是建议讲，咱国内业者爱专心伫较关键、非标准的产品，爱留伫咱国内制造，嘛爱来进行数位和绿色转型，帮产业行出困境。播完又加起背卡，透过幕区和线径出售。这么大工厂因为订到继续衰退，即马抽线第一道工序只有一台机器运转，1个月订单量1天就会当完成。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电动车没有什么公司可以选都是用扣电这样的。订单减少，制作部门员工就会当去采油菜整理期待甲环境。高雄公产一间螺丝及上游抽线厂关山工，好的时期当年营收3亿外，即马达个月了110万8月中旬，业者无奈通知客户年底停止抽线制造。早伫关山工进前已经50几间小型业者点点收起来。乌俄战争开始造成那个汽车螺丝业慢慢的萎缩。因为那时候也刚好碰到那个缺晶片。外口咧也战争大家无咧建设，大陆一直咧倾销，低价的东西一直在进来，卖的是我们成本价。根据统计，台湾2002年螺丝总出口量是166万外吨，到2023年降到127万外吨，降大约23%。今年就半年是63万6千外吨，比去年同期也降3%。战争中国甲越南等国下价竞争等因素，损动国内产业，造成部分业者怀疑甲大量订单外流。欧洲可以说是消失啦，前1-2年的确他们通膨很严重，对，然后战争也有影响，那再有部分的消息是透露说他们是转单到大陆。为螺丝王国甲面临产业寒冬，中经院学者廖明辉表示，台湾非标准品螺丝犹原有15%小可成长，建议业者拼计销，也创作价值，将高价值的非标准品留伫国内制造，同时进行数位甲绿色转型，为降本求利，创造降本增效，设法行出困境。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的宪法法院伫顶礼拜又做出一项判决，法院是裁定政府爱明确定出2030年以后减碳的目标，若无就是违反宪法。这嘛是亚洲国家的头一个。因若论真来讲，要减碳，上界直接的就是扣碳费、扣碳钱。啊，毋过亲像咱，若咱台湾伫9月初9就要开会来讨论啦。环保团体是表示，总讲钱扣伤少，企业可能就会无感觉，安尼可能要减碳就较有。南韩大约有250位环保人士指控，面对气候变迁和减碳，政府定的碳中和基本法欠缺明确的做法，侵犯基本人权。
所以向法院提出违宪申诉。今年8月29日，南韩宪法法庭裁定政府违宪，要求政府和国会要完成修法，定出具体的检讨时程和目标。 정말 여기서 끝도 아니고 어떤 판결이 난다고 해도 기후위기 대응은 여기서부터 시작을 하는 건데 위기가 심각한 것에 비해서 아직은 너무 느린 것 같아서. 后来，南韩政府嘛发表声明，表示会提出修正计划来施行。实际上，台湾在2021年就有头一件气候诉讼，绿色和平环境法律人协会等等的环保人士，针对经济部定的用电大户条款上令拖慢能源转型和减碳提起诉讼，一审全团败诉，各提控告，到顶个月2审发回更审。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由是说，人民或者是团体对于政府的政策是没有请求权的。那也就是说，未来政府的政策无论在怎么样子的减碳消极，人民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正当的司法管道可以去寻求救济的。 另外，款团嘛指出，目前咱国面对减碳上大问题，就是碳钱要安怎扣。伫咧9月初9，环境部特别召开碳钱会议，就惊讲定上价无法度促进企业积极减碳。咱来看哦，至少要有500块以上啦，每一栋碳拢爱收到这个碳钱，这个碳钱才会使回到咱的减碳的使用嘛。因为即摆碳费。 就算讲，互厂商拍2折啦，佮有啥物优待，但这个碳费就好啊，我就要去减碳，即摆问题就是安尼。另外，款团嘛提醒讲，各来像回答美超为一寡科技产业要入来台湾，在国际企业拢有加入RE100%再生能源倡议。若准台湾无稳定的绿电供应链的厂商，伫咧减碳无法度对着国际要求，安尼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咱将有可能会失去市场。款团是呼吁政府要提出强势的政策和做法。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另外，为特别鼓励企业减碳。 农业部林业署嘛透过不同的专案来鼓励企业爱做，会当用家己的专长来做，亲像是种树啊、生态保育，拢会当减碳，咱做伙来了解。 一个国家拢面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像热、伤害、可旱、涨大水等等。减碳是国际的趋势。为着要达成台湾2050控净零碳排的政策，林业署伫4月推出自然碳汇和生物多样性媒合平台，最后成功媒合11间企业。林业署伫9月初2办发表会，希望会当继续带动公司部门的合作。企业共好，一起进来，一起做，所以我们一起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一个多样性的平台。 不只在森林的保护，不只在文化的保存，而是切切实实的跟上我们国家的双轴转型，一个是绿色转型，一个是数位转型。碳汇的意思就是保存碳的仓库，上好的仓库就是咱的森林、大海和土马。为着要兼顾维护生态多样性，甲减少企业对减碳的顾虑，林业署招学者共同推出多种碳汇专案，包括种树啊、生态保育，也有保存山啊文化等等。鼓励企业做伙来参与，嘛通对着国际所要义的 SDGs 永续发展目标。再来呢，就开始进行专案的执行。 那最后呢，由政府，也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我们会来进行一个成果的查核，最后完成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成果证明的核发，也会特别注明它所对应的 SDGs 的哪些项目。 林业署嘛表示，设立这个媒合平台，唔那是鼓励企业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减碳、增加碳汇，嘛希望透过合作，用维护生态的方式，进一步带动生态旅游，增加山村的工作机会等等，佮通互愈侪大众愈了解减碳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准友台北报道。 今日旧历8月初1啊，鬼门关啊，伫中华宝岛大菜市，当年伫旧历7月29拢会办普渡，其中上界特别的就是普肉山，肉山顶头会放代表山顶海味的姜、豆啊、糖、盐，也有三星来祭拜好兄弟。这嘛是对疫情过后地方头改恢复普肉山的传统。 大甲悬悬的祭坛，详细看祭拜三星装塔升各种动物，有象、虎、狮等等。中华宝岛的大菜市场，当年会伫旧历7月29这天普渡，附近的徛街甲市场做生意的民众，拢会穿澎湃的贡品祭拜。其中上特别的，就是普肉山。阮自细就普渡这个肉山，人员的人流动吼是愈来愈多，遮附近吼嘛愈来愈闹热。祈求大家拢特别平安，特别顺利。都每年拢有咧举办，迄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停办3年。咱
今年佫开始佫停办一年。宝岛大市的肉山，是咱当地摊贩发起的，这是一个真有特色的活动因为肉山无足容易看到的。宝岛大市表示，普渡的习俗是早前做生意的老辈发起的，一开始成立普渡公会，拜普渡公，即阵改名地藏王会。当年伫地藏王菩萨圣诞的日子普渡，传到即阵尚无有50年的历史咯。咱大家趁有食，啊人困苦生活困苦，所有我老板呢，即目前拢100个以上咯。讲无咱菜市算杀生多无咱来服侍一个普渡公，来保佑咱将来大家平安。宝岛的地方俗语：京口普肉山，西门普豆干，三角影四大塹，东门北门变无脸，是咧讲宝岛早前国家头普渡的场面。今年宝岛大菜市是自疫情了头摆举办普肉山，市场嘛真欢喜，大家做伙合作，和传统的祭拜文化会当继续举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伫南台湾有2个国中老师，因甲英国嘅文学作品《纳尼亚传奇》翻做台文，佮找8台语老师来配音，互世界文学即嘛有台语版本。就算讲真正有一个国家伫遐，时间基本都无够女士去遐去抓，佮倒转来。台语老师用声音扮演册内底的角色，因读的是经典文学《纳尼亚传奇》。这几年世界文学翻译做台文的作品哪来哪济，不过大多数是针对拄开始学台语文的囡仔较济。同款是国中老师的王宗宪甲 Stacy Liu， 因2个人是将《纳尼亚传奇》7本册的头本、西亚、母语甲唐数对英文作品直接翻译做台文，互故事的情景更加带进原文。这种模啊叫做 dances caps，dance 的意思就是讲饭桶。咱若甲翻译安尼，可能唔知这是啥物背景。还有阮的注解，阮全部拢是用台语。有看过电影，伊阁有文字，阁有声音，会使互伊安尼配合。我相信对囡仔来讲，伊就袂遐青分。王宗宪老师表示，目前还无法度使用 AI 大量翻译做台语的语音，所以因除了将英文翻做台文，佮请8位南部腔的台语老师斗阵配音，甲做成有声册，用台语来搬戏，协助囡仔学习。现场甲国中还有高中的台语老师，因嘛拢真肯定这种做法。经一段较趣味的所在的部分，家己互学生听，家己录音听看卖，恁听到是啥物，引起伊的动机，若有兴趣的人来甲我借册，可能会当甲课本去做结合。就是伫课本内底可能有教着迄个可能亲情的部分、兄弟姊妹的部分，就当甲即个主角去扛做伙。参与座谈会，台语老师嘛讲，这几年台语的本土文学已经发展了真好，望有更较侪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会当翻做台语文，互台语文的学习者有更较多元的选择。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澳洲底咸生界疫情有摊开的趋势，动保团体即马当地替因治疗，也毋过当地政府是去放风，拢无去斗相共。动保职工摕药剂管仔底伫即只叫做霍普的地形后壁，当伊面着一块大石头的下面，职工就趁机会往伊的身上喷药水，因为霍普感染界线，即种油价升糖引起的皮肤病，若无治疗，伊可能会伫几个月内因为尿上皮肤严重脱毛，也是空气感染，所落来出现体重降低症状，甚至可能会死亡。Very slow and painful death. So it will, in 100% of cases, wipe them out. Especially if you let it run rampant. 目前界线疫情主要伫澳洲东南部地形分布的地区流行，为着抢救有可能安尼未绝的地形，除了互因定期喷药，动保团体也阁想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伫地形受的洞口放会当掀的铁棒，顶面放药水，当地形处理的时阵，破出来药水就会沿着因阿妈棍留个卡只片，达到治疗的目的。The reason why we do the flap system is because it's quite contagious.
So if you have one sick wombat in a population, then they can spread it to the other wombats in the colony. 动保团体表示，无论是逐礼拜直接投药，也是利用铁棒现药法间接治疗，拢爱大量人力和物力，真正爱继续进行5礼拜，后者爱继续15礼拜才会当看到具体疗效。麻烦的是，工作者地形可能重复感染，受方未测追踪的霍普今年已经是第3年接受治疗。动保团体烦恼地形的改善疫情，若无法度有效控制，也可能传播其他的家庭动物。The biosecurity issue. Oh, look, at the end of the day, mange affects most mammals within Australia, and it also affect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Like, it affects cows, it affects horses, it affects the farm dog, your family dog. 澳洲新南威尔斯省过去2年间，捌提出280万澳币的改善防治计划，也毋过动保团体即期资源无用伫对的所在，主张抢救地形，需要更较侪直接的研究甲投入。公司新闻站回应表明。美国拢总有63个国家公园，当年拢有上1个游客会去行大溪佚佗。也毋过即马全球暖化是愈来愈厉害，佫出现冰川扬起、火烧山、物尽消息在状况。虽然拜登政府有编美金2亿个补助要来救生态，也毋过嘛是无法度阻挡这场危机。22岁伯格曼毕业了后，第一只头路进前拍算行遍全美国各大国家公园。伊真爱冰湖，所以伊特别到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用4点钟行到格林奈尔冰川的阳冰湖。以前这季节沿路拢是冰封世界，受气候变迁引起的暖化效应的影响，冰川真紧就扬起。当地杰克森甲哈里逊冰川同款也面临天气造成的消退威胁。Texting my friends like, oh, that's going to be us in like 50 years. And,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come to no glacier here. 有关气候变迁事实是残酷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150年以来，格林奈尔冰川已经消退60%。若暖化状况无法度改善，这个冰川伫这个世纪末会消失无快，会重创当地生态系统。另外，亚利桑那州的仙人掌国家公园有全美国上济巨人条仙人掌。虽然仙人掌天生抗旱，不过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酷化，在摧毁当地生态。科学家发现，仙人掌国家公园酷化为30年前就开始慢慢恶化，2020年了后，雨就真少落。巨人条仙人掌演化1-2个世纪，不过成长期真长，15年才会发芽10公分悬。在极度酷化环境，较歹顺利活落来。A really big concern that we have for the long term is that, you know, if we're not getting young saguaros coming into the population, and if that trend continues, and if that trend is really as closely related to drought as we're seeing, then yeah, I mean, at a certain point that we won't have saguaros in Saguaro National Park. 美国国家公园大甲原始是真出名，佫是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精神象征。气候变迁威胁毋但是居住环境，也关系人类文明的存续。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